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姑刘浩明。今日《福起来》有请一代最重要的客家音乐推手，我哋严志文先生来到我现场。对我来讲，我相信严志文先生唔单止係一代客家嘅音樂人，同時嘛係用音樂去記錄土地嘅文化工作者。佢對1997年成立我哋嘅三九太樂團都更加差唔多30年咧，啊更加亦推出一啲新嘅團體，然後三九太南方樂團，而基本上喺現場攞同我分享過，亦如何嘅做客家音樂嘅過程，同時我同我哋紹介最新嘅一啲發通，係用我哋嘅三九太南方樂團，我哋馬上歡迎佢來賓，我哋楊志文先生，志文先生你好。阿明哥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志文先生，今日幾歡喜有請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我哋看到幾多擺嘅，同時我每擺看到你喺台上都發現哦，那種仰望對噃，真係因為我改做聽到志文先生嘅一啲音樂嘅時候，我都發現到個，伊都講有一個新編人嚟講，乜嘅啊，南部人哦，因為佢哋早期改做聽到嘅客家嘅音樂嘅。嗰種我哋創作人吼，大部分都係北部嘅，但是想哦，眼到我哋新秘，唔係有啲暗創嘢位啲客家音樂嘅創作人。頭先我咪要講到講，其實1997年，人哋三九太樂團都成立啦嘛，嗬。當初做嘛我成立入邊樂團，同時你會攰到新秘咯。確實吼，雖然講我是萬歲都係新秘狀態嘅就新編人啦嗬。不過過去嘅工作、音樂工作基本上都喺台北，所以身為一個南部人不過開始推動客家音樂時間都喺台北做事啦，所以講確實冇唔錯嘅，一下有一個電視台訪問嘅時間，也喺台北留洋，所以我哋都冇比到啊，喺南部啊，當然，睇一個客家音樂界吼，按多年吼，確實唔單係講台灣啦，全世界各地啊，幾多地方也去過啦吼。所以講看到嘅有啲客家音樂可接觸到一個兩邊客家鄉親，也係講非客家一個族群咯。一啲杯吼，就講也歌唱確實幾多冇相同嘅樣相吼。當我聽咧，如果講台灣嘅客家音樂嘅發展，其實來到一個個特殊嘅一個時期啦嚇。也意思都講，現下咧唔講去彈客家音樂吼，也唔係彈唔到，嗰度後生嘅陸續投入。但係對規則嘅音樂界嚟講，客家音樂喺台灣，還係屬於嗰小眾嘅一個族群，有個當然由於後背有個環境嘅問題咯，有個客觀嘅有個問題嘅地位咯。不過對我哋音樂人嚟講，最主要係去想辦法，讓我對音樂嘅角度來推展。意思就講，有大家可能彈得到，如果客家音樂彈得到，可能到客家歌手，但係唔敢法都講。因為近邊嘢多有限，我想我哋那邊彈音樂個嗬，彈客家音樂冇呢素材但係唔係彈其他可能幾多，包括電視打開都有，垃圾打開都有，甚至講到現場幾多地方好彈，古典嘅場所，如啲演唱表演下啲東西，客家音樂冇，所以我認為客家音樂呢個參嘅建立下嚟嘅可能性。所以講一方面又係等等嘅，如果我自己個人嘅顏色係比較國泰，所以講係轉到神秘自家嘅故鄉，長大啦，都係幾多落寞。過去幾年辦咧，咁樣睇神秘古咧，寫頭辦咧係落敗，所以其實有幾下人嘅思考，係如果講。觀察，時代嚟講，做個樣嘅方式要發土將一個客家音樂睇人哋地方向參嚟嚟生根啊，
讲起来，我音乐创作係真是係類似我身邊嘅土地，但係我發表嘅素材沙體特別，係安尼開始嘅。所以我因為講，既然有個土地可以睇，我音樂可以喺邊出發，係咪我可以規下都去加素材來種一個美味看可以漸漸嘅上進所以也最近2-3年嚟做嘅事情大體上係安尼。頭先佢有講到講，其實你喺嗰個地方，其實嗰度係有塊土地嘅故事啦，一種主題來講，係唔即個國人個好人嘅主題，土地嘅故事，還是講其實嗰度嘅音樂其實都係來自土地一塊地方嘛。係唔得講到青松有重點各種嘅藝術作品，無論小說、畫圖、入樣音樂、共樣、普天音樂，我哋就切教最熟悉嘅一個情感，係創作最好嘅材料。所以我喺創作嘅思考，唔係講我每天喺做客家音樂，最主要係講因為客家嘅東西，客家狀態就客家神法、客家土地。係我從細如接觸嘅東西，所以俾我聽係深度最沉嘅一個部分，也係最大嘅一個部分。所以我從事一個藝術工作，亦包括講我設計過去也學過美術，所以啲東西其實同樣我喺度畫圖，我同樣會幫我嘅土地。而邊有東西都係內心，幫我嘅內心，我用創過嘅創我嘅內心，我喺內心都係。我南國嘅土地，我生長嘅素材，所以安尼東西吃也會感同意。我唔是去潛入地方講太山太水冇需要嘅東西。我相信每個人都同樣。我講呢啲嘢都講，譬如講影響流行音樂啲背影響到最大5年嘅音樂。5年嘅音樂我諗到藍調，其實嘢嘛個東西幾簡單啊，一路創意嘅故事。過去一個5年嚟睇美國神法改才過然後都將一個心情創出來嘛，有啲有深度嘅東西，其他出去冇安嘅東西創唔出來。而家唔是去創嘅流行嘅東西，我就創嚟自家心情不同，使人會感動嘅。因為人類嘅大家嘅我相信啦大家嘅心就共樣所以。我用我深度嘅東西拿嚟做創作嘅題材，也出最刺眼，也係最好嘅東西。從頭到現場有講到譬如5年嘅藍調而這個其實係對這個塊一定算是美國的5年的過去的歷史發展出來一種音樂嘅形式。但是因為其實我相信幾多年的唐亞嘅一種曲風嘅時間，係唔低亞嘅歷史。但是一路接觸到講，一種曲風係其實係愛幾好嘅。咁係咪時常有人嘅意思講，其實雖然講這個可能唔定我哋南部客家人嘅身份，唔定我嘅身份，唔定我身份，但是我做出來嘅音樂樂性嗰種係唔這個好嘅，你都等於我開始去了解一塊土地。其實藝術有咧佢從有重點咯，就講唔可以先可以感通設計，係冇？我寫個嘅係真實係我寫我內心嘅東西，我每一擺創。我同佢感通嚟設計，係咩咧？有法度感通唔設計嘅時間，一定可以感通觀眾，係咩咧？所以講有啲東西係咧轉得到我哋設計。所以講我哋嗰度我嘅真係最早就1997年嘅時間都寫嘅，有條歌嘅我哋喺共用演唱會一定會唱，甚至我哋冇唱有啲觀眾嚟講創一下3年嘅歌，你冇唔錯，係咩咧？阿叔講差不多，因為他會點嘛，問差不多就問你幾個。係啊，當我哋唱嘅時候，就一種嘅感覺，一直冇變。20年前寫過，我要唱嘅時間，一感情係你馬上會表達出來，啊你當然會感動人啊，所以講有啲東西係你轉得到。創作本身，所以我用嘅按真相嚟設計嘅素材，因為有個素材提供嚟有我哋嘅心情，
有安尼个感情。因为头头先生有讲到讲，其实也1年半以来，如把以前把你外面的重新慢慢都搬过来嘛，同时嘛睇新北嘅地方，算是可以嗰度擺一種法通，用音樂做主題嘅法通。那我想我睇用音樂做一個主題辦法通。其實即講我哋喺台灣啦，特別客家種嗰度羅木嘛，呢個羅木啊，大家哋在講。大家講，我哋講羅木用嘅創新勞務創新地方創生啊，個議題嗰度，所以每個地方都想講，我如果開啲書店啦，讀啲書店，開啲咖啡堂，本大家人來條，安尼改好啦，我哋身邊也係有羅木，我哋身邊咁冇等人啦，但係也係有歷史嘅羅木，所以。最近咪講，除了安尼講啉咖啡啦、食茶啦，還有冇健康嘅東西都好，因為係音樂藝術嘅部分也係我嘅專長。所以我就想到講，健康嘅東西應該提升到藝術嘅層面。所以除了講一項呢一個總部貨房入邊有咖啡之外輕創業嘅重點有一個畫廊。有藝廊，也有舞台。其實，一個素材營運差唔多年半啦，差唔多。開頭時候就是講，上到一陣時間嚟拍人哋發通，一陣時間拍人哋發通。其實呢今年開始是每禮拜六下晝一定有音樂會。我如果達到一個目標，到目前確實係咁樣。所以有種我頭先講因為你講。我哋一睇天時可以欣賞到音樂，欣賞到特別係客家音樂時間，我去那邊，我都希望講係可以喺新北可以打造安尼嘅平台啦，係我哋目前喺新北做嘅事情啦。我打造一啲音樂嘅平台其實唔簡單，但是我哋資本先生一個堅持做一件事情。有時啊，我下個節目我哋買過多過精彩內容。翻返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就冇來自我哋屏東新北嘅資本先生同人講一屯土地嘅關係。我就想問一下資本先生，因為其實也拜對我哋呢一開始叫1997年呢三叫頭樂團，嚇，還有變成三叫頭後生樂團，而家又變成三叫頭南方樂團。所以有個新嘅團員呢變新嘅編制，係希望講有在一種樣嘅改變。也個變成南方樂團也係一個因緣巧合啦。不過係順帶嘅一個安尼嘅機會所以也拜同高興我哋北部嘅時間冇共樣，因為喺北部嘅時候做樂團，我講到反正無論來自哪位啦，都係安尼都一個規則嘅台灣嘅一個樂團。但係對轉到一個人自家南部嘅時間有一個強烈嘅想法。係咪？我希望有個新嘅團隊係全部係來自我哋南部地方。因為有講我哋時常會講北客南客，所以既然有安尼南客嘅安尼概念係咪我哋要將來音樂嘅推動嘅時間可以特別強調人嘅部分。一方面又係因為過去我哋講音樂嘅發展係來自北部，包括我過去嘅工作上喺台北。南部本來就歌手看到，歌手聽到，所以順帶人嘅機緣我就即刻睇睇南部有個請我哋南部嘅後生嘅所以結果如果順勢如果假如請到如組成一個南方樂團南方樂團當佢特殊如果目前我哋嘅團員全部都是南方人南部人，還有咧甚至係係壯鄉人。即係強壯人有個可以講係親特別嘅一件事情。另外兩個團員係我哋高雄人。南部人同北部人到底有乜個相同？我哋南部人嘅個性都有南部人嘅特質啦，係咪？我哋講話習慣你都有一種嘅迷思所以
一種嘅東西哦，其實喺音樂地位哦，會更加明確嘅表達出嚟。哦，因為音樂係一個微細嘅一個媒體。個要嘅東西哦，因為可能啲英文嚟講，咁嚟講翻樣嘅呀，不要強頭。強頭有東西喺音樂，基本上也要以表達嘅方式。所以講，聲音既然係咁嘅時節哦。也對音樂表達出來，除天操不同別譜無窮樣，吼，因為我個人係請其他嘅事情。咁有到時呢團人當初在寫嘅時間，係用嘅線多咯。我其實我都透過我嘅朋友啦，吼，認識嘅朋友喺南部發通嘅朋友，吼，就包括我好多台南嘅朋友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書。哦，南二太教書，高雄嗰度，我要透過人嚟講，要認識下南部嘅一個音樂人啦，吼，後生嘅音樂人啊咧，人哋講有啊，我都走上走下，我喺台南看呢一度睇以前睇發通喺度樂團，以前係拜訪，以前係認識，嗰陣時都伊咧冇想到伊哋互相認識啦，嚇！所以音樂劇咧其實一個細細劇咧，尤其台南高雄屏東本來都唔係幾發達所在，所以伊哋互相認識，嚇！但係過去伊哋從來冇想到講，有一年冇嚟演奏客家音樂，因為睇地上有人哋講，也後生有啲教音樂，冇都教流行歌嘅啦，又教一個爵士音樂啦，古典音樂等等。嗰啲商人會讀到，會講做咧客家音樂。我當然我記得有高後生嘅一個朋友睇此等人去做嗬。不過像我嚟講，三九台有18名戲團體哦，你馬上都可以加入嚟嗬，都可以看得讀到嘅。所以我有一年嘅時節哦，伊咧講金曲樂團，你伊咧可以聽啊嗬，就聽咧反應就話嚟啦嗬。啊當然如果我哋組成之後，馬上嗬，聽到嗰節劇嚟，大家重新開始。對我嚟講，都重新開始，對伊哋也係啦，嗬，對伊哋更加嘅新鮮嘅東西。所以講，有啲樂團如果講起到，佢講係一個新嘅樂團。咁我每啲歸外行嘅話啦，嗬，因為我即個唔係教樂團咧，嗬，或者我每啲外行嘅話，譬如講，所以一定來參加呢啲已經有一天嘅名聲，嗬。你樂團嘅時節一定會有壓力。價格未哦，價格未，包括我哋開始睇互相認識嘅時節，因為當我都有嘅，真是開始睇練團嘅時節，叫我睇表態嘅時，表現音樂嘅部分嘅時節。而家感覺到，有東西嗰種，唔係按上分嘅，嗬，要佢自然都可以融入，因為講一方面都講音樂本來都係一個世界語言，哦，大家有一天咧嘅音樂嘅素養，嗬，對音樂嘅修養，都會聽到長途嘅時，其實佢夾，邊個你講法個夾啦，你講語言個夾啦，當然，我哋當有基本嘅一個可以融合嘅時節，嗬。如果見來見要求有個微細所在，加上我哋講，太多講，南方人嘅氣質啊，所以有個歌唱藝人，比講，確實都見嚟講，算佢順。嗰時，有啲團人地方係咪行業其實已經冇重要嘅？唔係佢重要，不過總話就講，而家其中有咧。團人嗬，鋼琴手嗬，而其實我係狀況嘅，都會客人啊，28%啲同係朋友親戚關係啊，有啲佢都好啦嗬。其他出強嘅朋友嗬，就基本上我哋透過音樂嘅TV，唔講，像我嚟講，有哋教音樂嘅嗬，唔係教古言嘅音樂，藍調什麼要行講，嗰度 R&B 啊嘅東西啫嘛，唔係教爵士音樂，要經驗嘅東西啊，都。基本上都冇乜嘅大問題，冇乜嘅問題。重點係樣，所以唔可以去接觸各種嘅音樂，包括爵士，包括藍調。但係樣為重要嘅音樂，帶入自家嘅觸覺、自家嘅土地嘅感覺，也點如需要要到嘅呢個，一方面可能需要到時間。
汉语都講，唔至少有用一帶啦，一帶通一度吼，可以進入到，譬如講，因為唔係客家人，我用一啲帶到入來客家，來了解客家，到底我哋歌詞裡邊寫嘅東西，愛表達嘅東西係乜嘅？唔係csak文字，唔係csak文字，還有一種嘅情感嘅部分。但係因為講我哋一度一方面咧，後生人吼，伊嘅可塑性動態本身伊咧對音樂嘅一個修養吼也相當好，所以講我哋嘅進展確實係就當本人歡喜啦。因為頭先我上我們都講，頭先講嘅先生講大嘅事情，因為我講唔單止講係咪語言嘅問題，其實伊嘛可能嘛唔係當地嘅人，佢告訴我，入到因為先生嘅音樂地方有幾多故事性，因為像頭先先生講嘅，如果這個係一塊土地上面你的經驗寫出來的故事嘛。嗰時第一個創一條歌，無論演奏一條歌嘅時間，如果攰到有個故事，有一條歌嘅故事當初嘅一啲發生嘅過程啊，而一啲樣嘅環境，嗰時幾時節先生開始嚟推嚟練堂嘅時間，你係咪開始聽人講也每一條歌嘅故事啊？當然，其實文史地方也可能到啦。比如我哋練下書歌差不多啲咁嘅時間，我想講也係吼，也差不多有問題哦，所以冇開哦。有個米下注哦，有個太細細會出來了。老師，而家生意嘅泡沫地方嗰度插播掉，因為他們就只有超商。唔講到重點，所以我哋新幣吼，新幣我哋強下平台吼。係啊。我哋米藏嘢我講，米藏嘢都鼓勵我哋新幣演奏會出，演唱會出。來到新幣嘅時間，我講來現在看下書歌差不多，因為看啦，特別坐下來同老人家喺打嘴鼓吼。對於你嚟講，佢強烈嘅點喎，佢創嘢喎。我睇演唱嘅書歌嘅啫嘛，我可以嚟啊，都有嘅歌嘅發生嘅素材。你感覺到有個神奇嘅呀，所以講我哋團員吼，伊呢禮拜來到嘅時間嚟到狀況火火，你講你冇想到，因為你高雄隔壁嘅吼，竟然有安尼素材啊！平常你講。可能大家啲可能隔壁路頭線嘛，來去昆定啲要經過啊，冇人去啊，所以安尼嘅經驗吼，如果人哋如果自然嚟到一個所在，睇地波坐下來，看日嘅路步，上嚟嘅歌嘅，安尼表演嘅時間吼，呢種嘅唔想看到都地講，呢種嘅感覺係咪一天要捏把到人哋心度嘅戲？係啊，所以都感覺到幾好啦，嗬，安尼嘅情況嗬，可以講係過去按多年哦，啲創設嘅歌、寫設嘅歌，連係設嘅都冇幾少有安尼嘅創建，因為過去唔會睇狀度嘅創啊，叫嘅其他人創一擺啊，你嗬，而且係唔係啊？如果我哋咪爭一天都表演一場 TV， 坐我聽我哋播放碟播書頭下，睇創入嘅3月咧放阿叔歌差不多，都睇阿叔歌差不多，隔壁創阿叔歌差不多，呢種嘅感覺係咪下身？又真是講我哋講現身說法，如果係講嘢看事情啊。神教台南方樂團喺6月10號去參加藝登高雄威武洋嘅賽事講，賽事講地波，伊會表現出伊啲新嘅來自土地嘅聲音嘅曲目，但係曲目都係很樣咯。下一個節目，我哋節目先生讓同講休息下喎，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縣畢業顏志文先生同你分享講，以前咧伊啲神教台南方樂團咧伊啲新嘅編制。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喺6月10號時節，我哋神教台南方樂團去參加啊，等咧高雄市威武洋嘅伊啲小時講嘅伊啲表演，同時嘛推出嚟來自土地嘅聲音，咁一般是算是新嘅團體第一擺表演，冇錯，推出樣嘅曲目啊。因為有個團體基本上成員啊，除了我之外，有其他都新團員。所以講一方面是講我哋其實重點變我哋用嘅愛嚟用鄉下嚟展現有條歌嘅，本來寫歌嘅。
当然，宜宾产业台伊按长的时间所以我哋累积的那个歌，我哋七家嘅经典的歌有几多啦吼。老实讲，个其他厂都也唔系。冇錯。所以我哋如果 top 地杯我哋認為最好嘅歌嘅吼，我認為講最有感情，也最符合我哋菜題嘅歌嘅。因為嚟講，因為我哋之前我哋三角體樂團嘅歌唱其實經過其他劇團。有一個劇團其實每一個劇團有一隻劇團地杯各適合嘅歌嘅，各符合嘅歌啦。譬如說之前咧，喺三樂團，我哋歌嘅重點會針對主唱嚟寫，所以我哋包括我哋喺講嘅演唱，喺主題表我哋講順飛世界嘅事情，我哋會用一種嘅主題。但係一擺親無相同講，我哋做那多切格嘅土地嘅上面嘅事情，當然。最好嘅歌嘅就係睇下嘅土地上發生嘅歌嘅，所以特別睇下地方拓出嚟，我哋認為講對一個土地最沉感情嘅歌嘅，變成我哋主要嘅曲目啊。譬如講咯，因為我想講，你這個talk出來都是現場給我的觀眾講，老師，我不只要聽這個，我不只要聽這個，我這個我偷到我想嘅唱嘅。佢都等下係唱，係啊，可是他又有那條歌，我睇下你上網嘅好唔好？當然我哋聽不選嘅嗬，譬如講三月的風，阿蘇歌嘅插火點，做人太無曬。還有嘅家門入的基本上如果同埋最早連有連結的歌最多啦。還有種做人太無曬同我哋樂隊提起，也唔係唱講同性別，其實同我哋南部客家有幾層嘅感情。因為有嘅一場演唱會可以唱嘅歌真係有限，但係就講我哋盡量拓出來也內容啊，咪同我哋講，同一菜題有連結、強烈感情嘅東西，來分享俾大家嗬。佢仲有講，喺度歌你咩時常唱咩？其實冇唔唱嗬，我哋過去可以講唱咗2-30年咯。我每一擺唱7家會感動，我喺冇7家唔會感動，我7家路會唱下會鬧啊，唔咩啊你，一條歌只是我每擺唱屬於一種感情，完全冇打針。經過新嘅一個南方樂團其實會呈現嘅某個東西，太過冇談過一種樣式。因為我都話你啊，唔同演奏嘅人佢冇相同包括伊嘅講佢嘅技巧，包括伊嘅深度對一首歌嘅。每一個人對每一條歌其實有伊嘅切格嘅解釋方式啦，所以一定會產生無同樣嘅樣式出來。所以我相信嗰段個期待，你看啦，你就也擺演出同歌有乜嘅無相同嘅素材對現場都會啲。好多人按嚟講，有啲人嚟聽一段節目，其實六樣時間，我哋都要講到講，新嘅團員人強人，然後同時可能冇咩客人，對嘛係對我哋菜題嘅故事啊，菜題嘅成分可能嘅，但是以腔來去我哋講演繹啦，演繹也係新嘅，算是經典嘅歌誒。譬如我3日的風，人哋阿蘇馬個插火點，我就想講，也係咩可以解啲新3日的風，因為伊哋咧3日的風可能同我哋人推感覺都冇共樣嘅呀。當然呢個意思係啊嚟啦，但係如果一本體嘅意思係假，可能會用用線啊，用創線啊，還有咧，佢重要嘅啦，所以講入邊我哋新嘅團員地位亦音樂嘅編制啊冇法相同。我哋也喺團員地位像我哋講我哋嘅鋼琴手伊本身太極琴也辦啊幾好，而喺學院地位去主修啦，所以講樂器嘅呈現啊冇相同，也一定會影響到規則嘅音樂冇相同。一般我哋嘅有特別有唱，除了我哋南方樂團。有請我哋過去也合作過幾擺嘅一個長號手鄧玉俊，伊啲其實喺台灣嘅爵士音樂界個有名，而家喺美國，所以我哋共用學校畢業嘅一個
高材生啊，伊個台南教書，喺個台南嘅應用科技睇教音樂，所以伊對個音樂也佢熟啦，所以我係邀請伊共下來。我哋一到後生嘅團員咯，其實又係當初我哋潛入嘅團員時，要透過嘢介紹，所以也係邀佢熟嘅也學生也朋友。所以講一個組合啊，一方面係講我哋樂團本身咯，係大家互相熟悉嘅情況，都會將一個音樂演繹到更好玩。所以講我相信嗰度人會佢上去了解，上去看過，唔係呢啲東西哦，都帶有用啊！一方面，當然一方面都講係都市就要嗰度向前來發，唱人哋聽唔唱人，我講唔唱成歌，我都一條歌誒上去嚟，冇睇一個美婦人唱歌咧，我哋喺咩我哋向前哦，嚟唱下嚟唱一條歌哦，睇上一睇美婦人哦，佢夾 key 俾一個音樂中心嚟唱出嚟，又係。少少嘅創作嘅，係啊，冇唔錯，係啊。但是我其實頭先你先生你想法，你哋講我因為有可能講唔單止講有大提琴鋼琴嗬，然後又有我哋講，譬如講有個本來嗰種做從嘅爵士嘅一個曲風嘅，將因哋其他每一條雖然講係經典嘅歌嘅，但係其他重新去演繹嘅時間，有乜主軸嘛？伊哋幫啊？我哋會互相討論啦，當然，伊哋會先尊重嚟講，應該過去嗰樣嘅創嘅，嗰樣嘅嘢。但係相對，我也會希望嚟講，你盡量發揮你想象力。有時候我哋講樂團奇妙嘅所在度係啊，你講一啲人哋創我相信咯，無論創幾多新人，基本上都有自家創法。但係樂團冇相同，因為樂團都從我哋講一千人咯，他個就打水鼓樣咯喎。嗱，啲我冇人問嘅問題啊，所以係見到變咯。所以依個好樂團咯，即係我哋互動不鬼好。喺邊我哋一度團員咯，基本上而哋全部都爵士音樂大啦，講嘢都係，所以對人嘅互動啊，都相當熟練。所以講。不過精彩。係啊，嗰時我都想講，我會可能彈到爵士版嘅亞蘇我嘅差唔點喎。係啊，你哋講有無佢個版本啊？我哋以前彈過嘅，我哋咧資本市場創嘅嗰種經典啊，嗰種 logo 嗬，會有可能有新嘅嗰種無佢樣嘅嗰種演奏方式，甚至新嘅版本嘅出現。我就想哦，因為等於說旋律很熟悉，演奏方式很特別。錯。係。其實咧，爵士音樂嘅精神其實都睇下邊。所以講，爵士音樂講自由，但係自由唔係講無限制自由啦，係反正睇下跳歌嘅地方咯，有限度嘅自由。所以呢，爵士音樂都講，雖然講無論唔彈幾多場咯，同樣嘅團體演出嘅東西，每一場一點都冇同樣。何況講我哋一下嘅團員要係新嘅團員咯。所以睇下地輩嗰度，一聽嗰度東西嗬，以前冇彈過，冇唱流行音樂，流行歌都講唔彈 CD 本來係樣啊，睇地上而演出嚟都啱嚟啊。你爵士音樂冇同樣，爵士音樂有時要講，我哋今日心情過好，我哋唱歌夾啊，唱歌夾啊，心情今日個冷清嘅，我哋聽嚟啦。有一個我哋退下嗰度啊，你嗰種。鬆鬆對對嘅，我哋唱歌浪漫啲，有啲爵士樂嘅一個特色啦。我哋將有嘅音樂，我哋客家音樂變成嘅形式，其實有啲東西如果係講散嘅音樂，唔係死板。因為我哋古典音樂都講，無論唔樣嘅16世紀人按嚟演奏，20世紀人咩按嚟演奏，而係樂譜按嚟寫。散嘅音樂意思都講，冇我作品按嚟演啊，根本冇同樣嘅嗬。有啲我哋做嘛，有時講點解唔做嘛強調爵士樂，而家唔係強調爵士，就同講，我哋音樂可能都鬼散，真係唔錯。錯別同基本冇共用，基本同聽講又冇共用，係啊。頭先我看到講有6月10號聽我哋呢本嘢寫時講嘅，我哋呢依啲類似土地上演，我哋65歲話大班仔啦。係啊，我哋台灣咯，對人嘅太陽山人嗬。
真是各有型啦吼，那粗茶班加马路班加连看人。他是票价都唔好讲贵贵嘅，假如根本就送票一样嘅吼，意思啦吼。不过像在强调一摆如讲吼，像哦客家音乐啊吼，过去吼睇下嘅真實嘅音樂堂演出嘅舉手創夢，我相信嗰度向前都唔適宜個。咁點啊？呀，威武人吼，地杯台灣吼最爭調嘅吼，最認真嘅一個場館咧。唔係講，唔講台北咧國家音樂堂，老實講係自家感覺吼，唔當威武人啦吼。所以大家用一天嘅時間，大家入不了，搶錯地杯都爽快啦。哦，啊有學堂嘅歌嘅吼，特別講我真係希望講，我哋可以來共下吼，來創造一個我哋南方客家音樂，睇安定陣嘅場館地位，以共下演出。我哋演出唔係講坐一點就講嚟彈人哋唱，唔係，係講哦，到時節吼。咪講創山歌，大家起哄嚟共下唱，知冇？我哋演員有條件哦，真是會變成歷史講座。真是，我冇嗰期待，因為其實人哋講起，我發現哇，一天喺度，我講啊，新舊都有，嚇，然後從此傳統同人哋流行，甚至講人哋大家人共下唱嘅部分，一天都有嘅一啲表演。係啊。迄呢有迄個真是音樂堂嘅時發吼，我相信他知道。啊，大家都點錯對過自己啊，嚟講哦，我哋做人無共樣，大家起哄啦，共下唱下嚟吼。嗰種朋友可以叫佢節目6月10號嗰種唔係有時間嘅話，一天來我哋呢威武人嘅細時光，來同我哋呢神叫睇南方樂團共下嚟彈來自土地嘅聲音。今日感謝我哋資本先生，攞現場分享安吉在事情。多謝後面，多謝各種朋友。休息下喎，得聽我哋先生來共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